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今日有请到台北地图共同关心讨论话题哦，是食品安全卫生的相关议题哦。因为从今年初的开始吼，那种应该来废除的食用油哈，而哪一种饲料用的，甚至工业用的，冇想到咧无良的无形业者哈，再来废除再制过拿来做本饮食啦哈。比如讲有轻度的创伤呢，佢可能讲有食品 GMP 认证的啊，所以买来油来使用啊，结果出了青苔问题哈。啊，等等到9月17号的那个行政院长龚义发呢，佢也来提出八态嘅食品安全嘅种嘅相关的措施来推行哦，希望做来制限，但是真正判法他都制限嘛。像今日嘅节目来讨论，也为所嘅。今天来宾，第一个呢是你台湾大学通过考后那个那种处理高书何中平何博士，你好。大家好。好，稍等一下，第一个来宾是台湾食品 GMP 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廖怡珍，廖秘书长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来宾以及我们客家电视台的所有的乡亲朋友，大家好。好，稍等一下，第三个来宾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食品组的检验技侦王慧英王检验技侦，你好。谢谢，大家好。稍等一下，是您的立法委员啊，您的吴怡珍委员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其实你摆风炮啊，大家现在让义父讲，做乜解咧，要得到嗰種食品 GMP 認證標準嘅廠商哦，甚至佢哋嘅產品也發生問題哦。唔單止消費者受到傷害，甚至青島嘅傳統啦，甚至你做糕餅嘅業者啦，也使用了要本 GMP 標準認證嗰個廠商所生產嘅產品也出現問題哦，所以大家對一種嘅認證，甚至對一種嘅風炮嘅嗰種嘅連鎖嘅發生呢，有輕度嘅無聲音，甚至係輕度嘅怪煙啦哈。像林生等等新聞記者剛才來了解下，到底呢事件發展嘅情況有關係一般民眾想法有乜解？托塑化劑、吐天粉同同入料素濫用按料後，台灣又爆出無線豬油事件，無良性嘅業者同接水加工提煉造成使用豬油賣到食品加工、糕餅、試點列等業者，嚴重影響民眾食嘅安全。那很恐怖，都不敢亂吃呢。怎麼說？萬一吃到燒水油怎麼辦？對不對？我們身體要緊啊，吃那個吃的不健康。將來生病比較快。2011年5月爆發無良性嘅業者到起源紙當中添加塑化劑。2013年5月，有業者用酸等稀乙酸造成吐天粉本人查到。去年10月，更加有業者到油品當中淋入有致癌風險嘅同入料素面豉油，業者得到當地嘅利益。採購嘅係消費者，唔知同幾多有問題嘅食品食落去。沒有去監督，政府整個就鬆懈掉了，所以不敢追。大概這個，反正我也管不到誰，就大家都鬆懈。我覺得政府應該是鬆懈掉了。之前大家攏同講對岸接有無線產品同業者，呢下台灣嘅食安風波，日報刷定日報，當場係福利莫小鳥。政府監視得個按小區，莫為民眾牽一把關，同時嚴厲處罰無良性嘅業者。好，剛才新聞影片，大家都因為嗰種像收水油事件哈，大家知道。好像都覺得很灰心，或者說好像這所有的把關，目前這個看起來機制都已經失靈了。但是有很多人要問：30年前我們就發生過餿水油事件，為什麼30年後已經進入21世紀了，政府也經過組織改造、再造了，甚至最近3年因為連續的這個食安風暴，政府也3度修法啊，來這個增強這個懲戒的這個嚇阻的這個效用，但是還是看到一連串的事情發生哦。那所以大家就會要問說，到底是刑罰罰得不夠重呢，還是說執法的這個部分有出現的這個問題呢？那江院長呢，他9月17號呢，他就提出了8大措施要來執行哦。先來看看這8大措施是哪8大點，我們一併來討論哦。
好，首先看到是加重刑责罚锾，这食品餐委刑期由5年提高到7年哦。那如果说这个影响消费者健康、重伤或致死的话，要判无期徒刑。那罚金呢，也可以罚到2亿哦。那我们先看这个部分来讲好了。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的吴委员，就是说，这个已经提高刑责到7年，罚金可以到2亿，对，真的有吓阻作用吗？人家说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啊。这个严刑峻法在乱世用重点真的有效吗？那先向各位观众朋友记一下你啦都是酒可以查的酒驾。酒驾其实在几次的查获事件大家都知，其实也是你一点的小比的个酒可能都超过标准。那这种重罚之下，呛问大家那是不是状况有比较好？那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酒驾的状况还是普遍存在？那咱用这种的刑责的提高的部分来向大家的说明都讲，其实也按照个事件底部度也个法律的规定要提高到一定的刑责高度了之后呢，其实你还是最主要是在稽查跟执行。你要同你完全不用到亚种的太重刑的部分的话，我们甚至还担心将来在很多的案子许多法院以后等到法院的法官这个不敢下重冲诉，因为你太长的时间，你判到4年、4、5年的时间，有些法官会把它当作重大案件的时候，在这个认定上、证据的要求上会更为严格。那人家他都讲，因为食品的安全的部分，在个案上面整个举证上、争议上其实一多的法官都有个案上面审判上有遇到一态的问题，因为要危害到人体的健康、危害到人体的健康这个要件、法律要件，在法院审判实务上轻难的。技侦，证明因为你唔係单枪是都有，佢行會是按多東西，包括個你平常時你不偏嘅同冇不偏是都嘅量，這種科學上事實上在舉證跟數據上因為不容易，所以個法官都輕簡單，他就為了要把這個涉嫌的犯罪的人，繩之以法，都你捉下來，輕簡單的方式都講，你騙人的錢，你做假的東西來騙錢，也假的東西但唔到按多錢。但是你數按多錢，所以用亞種的早期嘅從業的部分，簡單的都可以處理掉。那最主要就是因為它證明的部分，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要提高刑責的同時，要重新再檢討，是不是我們這個過程裡除了法條規定，有沒有辦法這些所謂的添加食品對人體危害健康，我們到底國內有沒有所謂的一個研究單位、研究中心去做出相關的一個科學上或醫學上的因果關係證明？那這個東西其實是需要我們自己國家有一個比較認證或者是一個比較有公信力的單位，不然今後都個案上面的時候，你會發現說，個案上面的審判法官，他會各自取各自的學者專家意見，甚至取各自的數據，然後在個案上就會有標準不一。我會認為這個部分是亞哈食品安全的部分，青苔問題。身為這個食藥署這部分，其實我們常常看到在近年來的這個食安風暴發生的時候，為了穩定民心，這食藥署或者是衛福部就會第一時間站出來，譬如說這同葉綠素其實不見得會致癌，或者說這個1天1滴餿水油吃了也不會對身體有立即的危害。當然，我相信站在政府的立場是希望說能夠安定民心，希望說大家不要過度的恐慌，但是往往這些看似有科學證據的談話，也變成廠商的辯護律師幫他辯解或脫罪，甚至法官在做這個判決自由心證的時候被採用譬如說像在 DHP 塑化劑事件裡面，消費者集體求償24億，可是最後法官就引了衛生署的資料說，這個 DHP 可以在48到72小時之內就被排除了，所以最後24億的消費者求償只拿到了120萬。可是玉生賠償統一賠償企業部分就有1億3000萬元定讞，所以對消費者或者對民眾來講的觀感就覺得說，這些科技官僚的談話，仿佛是在幫廠商脫罪和背書。因為食安法修法之後，其實它在這個移送法辦這刑責其實分了3個層次，也就是說，當然致人有危害人體健康或致死的，它的刑責非常的重。那但是如果沒有到這個程度，但是已經達到參為假冒
或使用了非法添加物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刑责哈，跟罚金的额度哦。那倘若因为证据不足哦，法官没有起诉的话，其回过头来，我们在食安法还是有一个行政的罚锾哦，它的罚则是可以罚6万到5000万的罚锾啊。那这个我可能要补充说明，也就是说，行政罚锾上次我们看到就是一罪不两罚，所以这个大同高正利那18.5亿的行政罚锾这个就被撤销，因为他已经罚过刑事的部分了，所以是那我这边补充一下，所以这一次我们食安法修法哦，是提高这个罚则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考量，就是说这个不当利得的征收哦，坦白说比较有一个困难度，还有一个时程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行政罚锾的上限还要再进一步再提高，好，原来的5000万可能要再提高到大约2亿左右。那如果还是在一罪不两罚这个概念之下的话，行政罚锾提高其实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一般现在民众理解和认知是这个样子嘛。是。所以一罪不两罚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他的刑事判决已经成立的话，那可能行政处分的这个部分就不再罚。可是如果今天这个法院他没有起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回归到行政罚锾，好来处以高额的罚锾。好，那我要问一下何博士，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一次我们也看到说食药署就是说，其实没有科学证据直接证明食用这些伪劣的这些猪油对人体有直接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以目前这个全世界有登录的这个化学物质有8000多万种，台湾只有检查300种，这8000多万种跟300种之间，那你说没有科学研究证据去证明它是对人体有直接伤害，我们就知道说检验的极限在哪里，或者说这个伤害这个研究根本没有人去做，所以没有人研究出它有问题，就表示它一定没有问题吗？这科学的方面是不是请这何博士跟我们厘清一下？其实我想大家应该其实要正视什么叫做食品安全，什么叫食品。其实从这些的食品的事件来看的话，其实根本都不是食品安全的问题，这些都不是食品呐，是影响到食品安全。所以只要以其他国家来讲的话，以全世界来讲，事实上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够确定安全的就是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用正面表列嘛，对，只能加这几样，没有表列出来都不能加。没错，所以假如没有进入到可以确定安全的这些，通通都不能够进入我们的食物链。那所以这次那个食药署去做那些检测，等于是多做的嘛，多余的嘛？其实因为检验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在食品安全管理上，检验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保证的方法。对。因为要检验的项目可能很多，对，因为食品检验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包括采样的误差，对，包括侦测的一个极限，是所以以食品安全管理，其实以美国来说的话，像美国它之前它发生过在民国85年的时候，它这个报纸登过一个新闻，有个台湾人到美国，在他家的后院这个车库打开来卖猪肉。结果后来就被法院抓去了。他用什么罪起诉？他用公共危险罪。因为你在一个不合法的食品的地方贩售食物，你就是违法，就是妨碍到消费者公共安全。所以他也不用去检验他的猪肉是不是安全。其实这一次也有这个专家出来讲，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如果是真的回收油假冒成新油来贩售的话，它里面应当会被检验出丙烯硫胺跟多环芳香烃类的化合物。但是我们看到食药署去做的检测里面，并没有出现这2个项目的检测，当然有重金属啊、什么这个其他等等之类的，比如说黄曲毒素之类的。他表示说，其实上真正有问题可能是1、2、3，可是我们却检验了甲、乙、丙、丁。所以根本就是检错搞错方向了。我想我这边还是要重申其实食药署的立场一直是凡是不应该流入食物链的这些原料不论它检验结果怎么样，都是违法的，我们都要予以严处重处。那检验的结果只是一个参考，它有它的局限性。是。那之前检验的这些项目，是这个都被法官所采认啊，因为法官他对食品安全卫生的专业，毕竟不及食药署的专业官员，他可能有法学素养，可是法官采认了这些东西之后，就表示说他没有问题嘛，最后的判决就是跟大家合理的想象就很大落差，也造成民怨的累积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点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些东西？事实上，它跟判刑就会有相关了那当然就说。
其实在这个8大措施里面，还有看到第2项，就是说要提高检举奖金。那地方检举奖金由罚金的10%提高到20%以上。那中央另外会加发10万到200万的奖金，还有什么员工良心条款啊，现职离职员工检举会奖金加倍哦。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算是窝里反条款，或者是说这个有人是这样认为啦。但是我想先请教一下委员，就是说，其实上。地方检举奖金属于地方自治嘛，哈。对。那其实今年当然全台湾22县市都已经有提拨这样的一个奖金。对。那总共22县市加起来是137万，平均一个县市是6万。那您觉得这样子提高奖金到底有多大的实质的效益呢？据我知道了哈，这个地方政府所提供的这个奖金提拨的金额，我想这个数字大概一般民众不会大费周章的去检举，因为我相信。如果你是场内员工哈，不管是现职或离职，你大概是背负的，只要是检举，通常都会背负的非常多的，不管是人情或是其他的考虑上的压力。所以我会认为你这样的检举奖金，事实上是没有诱因。提高检举奖金，这个其实这个也已经是上一次修法里面所讲到，对。但实际落实到执行面的时候，一个人就2700块，他要承担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而且还。食药署也讲说，经常会有这种检举未必成案。我想请教一下何博士，为什么检举未必成案？因为假如我们整个管理系统，包括法务系统这个法官在判定的时候，假如还是以旧的食品安全观念，认为一定要确认危险才是危险，那这样子的话，事实上食品有很大的举证的困难度。如何来证明对身体的危害？就像之前的塑化剂，发生危害的人，可能大家都已经发生大肠癌，都已经不在了。是，因为食物毕竟它的影响是长时间，是渐进性的。对。所以只要用这种观念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很难成立。好，那其实我们也要回来讲说，业者自主管理是很重要。当然这一次虽然 GMP 认证的这个事情让很多人产生质疑，但是我也要问一下我们 GMP 这个廖秘书长，就是说，事实上这个非营利组织，你们 GMP。这个非营利组织，它事实上也就是要做好业者的自主管理这个部分。当然，如果业者做好自主管理，就不会有这种良心员工条款啊，或者是现职离职员工跳出来爆料这件事情了。那你们会员之间好像就是有几家，好像几粒这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哦。那你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法令的设计，对你们这个协会本身的一种目前承受压力的一个相关的看法？那以 GMP 来讲的话，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GMP 的整个制度它就是一个自主管理。那自主管理就是一些自律性比较高的我们食品产业的业者，他们相信说我们大家来遵循这个 GMP 的这个制度，来怎么样来把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卫生安全把它做得最好。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就刚刚你讲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优良的厂商，那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说要去做这些可是你们的理事长鼎新卫家就一再的出包啊，那这是大家消费者最难理解或最难去想象，说理事长带头一而再的这个出现问题，而且他本身是做油起家的，鼎新卫家是做油起家的，他难道对油不了解吗？他难道对油的成本和品质之间他没有相对应的那种基本的专业概念吗？这是大家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最被质疑的，当然你们因此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是。现在刚刚跟主持人澄清的，就是我们前任的理事长魏董他已经离职了，那现在是由海洋大学孙宝林老师来当我们的理事长。那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社会大众对整个事情很不了解，特别是说我们 GMP 的厂商。我想都是一些大厂，那怎么还会碰到这些的问题？那对于我刚刚讲的，不管是食安问题，或者我们讲的何博士讲的食品问题的话，主要的问题大概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真的是故意违法，那一种的话，事实上它就是，也许他在整个制程或者是整个生产的过程上有一些他不知道的一些疏失存在。是。那针对上次大统油品的事件跟这次所谓的那个劣质猪油的这些问题，我想这是我想是比较属于说也许在我们在制程上或者我们在制度上它有疏失，我想这一点我们是要去承认的。可是假如以这一次的劣质猪油的话，事实上还是刚才讲的分成2个部分，像
过滤层它这个部分它是实际是刻意的去违法的。那刻意去违法的话，我想以目前的不管全世界任何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话，都没有办法去防范到这一点。好，所以这那以 GMP 的整个制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也都一直在想办法去怎么样去弥补的这一块。因为我们 GMP 的整个制度，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我们对我们的原料、对人员、对设备、对制程，甚至对环境，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良好作业的规范。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初本来就有想到说原料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是从来没有想说人家会去把原料去刻意的去作假。好。我们现在看到第3点措施呢，就是中央检举专线。那食药署目前有这个消费者保护专线0227878200，受理是全国食安检举。第4点措施，我们看到就是说油品的分流管制，所以目前就是食用油、饲料用油、工业用油，从进口端与使用端来分流管理。这一次我们就发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博士，有这个食品大厂。它的营业登记项目居然是食用油、废弃物清理跟饲料，就政府怎么会把这3个东西搞在同一个厂商，它都可以同时去登记呢？那它厂房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难在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不会回头去推想，它其实就是整个厂都在搞这些东西。那现在说要把它们分流管理，从进口开始就香港进口这个工业用的猪油呢，可是在香港的贸易上又把它改成食用的，更无从追查。所以您觉得说这个油品分流管制真的有办法，从此以后就是一码归一码，人吃的跟猪吃的跟工业用的能够完全分开来吗？这是一个开始点，就像我们食品添加物，我们做进口分流、制造分区。等于它进入厂区，就算它的这个营利事业登记证里面的项目是有登记这些项目，但是应该它在生产上是要完全的隔离的。那谁去检查这个监督这个部分呢？工厂都有主管机关呢。假如卫生的部分有卫福部地方卫生局；假如是在工厂登记的部分上有工业局，地方也有相关的主管。那没有人去检举，谁又会去看呢？现在就是不是检举，就应该就是要有例行性的执法，去如何去做查核。好，那但是这个江院长也有这个宣示啊，他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呢，他说要这个跨部会来整合，将来是由高检署来指挥地检署来这个查缉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检任基政，就是说，这个对你们来讲，就是你们有了检察权，有了调查权，可以结合在一起之后，真的可以增强你们的力道吗？事实上有以我目前的人力是有做了相当的稽查工作，那也有一定的斩获。只不过说从这几次比较重大的事件，我们看起来如果这厂商是蓄意要犯罪，刻意要隐瞒的时候，那卫生机关的这个稽查权是有所限制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像检调一样有搜索或有监听权，所以在强制执行力上面比较有限制所以呢我们在稽查方面除了就是说扩大我们稽查人力的一个量能之外，还有他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训练之外那也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已经建立了跟警察单位或检调单位一个横向联系的工作。是，可是譬如说像这个东西在上一次的修法就已经修进去，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屏东卫生局的人员去的时候，厂商不开门就不开门，从早等到晚，还等那张公文。事实上，地方的这些卫生稽查人员，他们本来就应该要了解到，说他们已经可以整合这种检查检调功能在里面，可是他们却不清楚。所以我想请教立委，就是说，全台湾现在的食品卫生稽查人员就将近300，那他们还管老鼠药的发放，还管登革热病媒蚊的防治他们业务太庞杂，人力如此的少，人员有很多是新进的，甚至他们对法律修法以后，他本身该具备的这些法律的工具，他都不了解。那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个东西他真的有办法？因为这样子，这一次院长宣示说好，我们跨部会整合，其实上次已经整合过，这次还继续整合，您怎么看待？我想各地方县市政府他在执行查这个部分我觉得经常会有一个轻忽民众的反应跟检举。好像这个几个黑心油的附近的工厂我相信很多的民众都会有曾经遇过那种恶臭，或者是有排放一个疑似很奇怪，或者是进出奇怪，这里明明假设是一个加工厂，可是为什么会经常会有类似大的油罐车，或者是有其他？也就是说，像这种讯息的传播，县市政府的稽查的部分
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有限的资讯进来之后，不会让它轻忽这些检举的讯息？这个是各地县市政府经常犯下一个最大的问题。那第二个部分，各地县市政府横向的联系也不够。他们有时候认为说只是一个单纯的检举工厂，可是城乡发展局的事情，他也许不知道说这个工厂是违建，他可能是移到的那个都发局违建，可是里面也许是在做食品加工，或甚至他根本不是登记相关的食品工厂，他可能登记的是工业用品、工业原料加工。那你结果他可能出来的东西是在用在食品，也就是说各地县市政府如何针对这些违建、违章工厂，或是疑似有那些污染状况，好，不管是空污、水污，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排放恶臭等等，那这个东西能够有一些警觉警示。那这个部分是县市政府要做。那县市政府如果训练不足、人员不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中央包含就是卫福部食药署，或甚至说相关我们有这么多的民间单位里面要怎么样去把讯息提出来。这一次我们这个邱文达邱部长又讲到说，事实上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家观念提升啦，或媒体也对这些事情开始重视，因此呢，这个才会觉得说好像让大家觉得人心惶惶啊，就是好像食品安全问题、卫生产生有问题的特别多，真的是因为大家的意识提高了，媒体嗜血，我们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很严重呢？还是说事实上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很多未爆弹还没有出现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节目现场其实那个公益法公演中提出的那种的食品安全不太嘅出事啦其实为到希望做的汉拜就变成消费者、业者甚至是政府三样的局面啦但是两摆事件发展呢，它会变到是政府也失去嘅公信力甚至民间的认证单位也完全运作失灵都在对那种闪烁的情况，一般的民众韩国一种一般的较细嘅小型的一种的。像一个饼店啦，来讲其他种的餐饮店的寿司店嘅业者，愿意玩看一看其他的行动度会发。我只能说政府无能，真的每次都是这样子吵得沸沸扬扬，然后立刻就又没事了。然后我觉得最重一点都太轻了，一点都不够不够重，所以根本没有人怕这种事情。我觉得永远会一再上演，所以我对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我觉得自己自保比较重要。现在问题就是说如何自保，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自保。我觉得政府应该更严谨一点，针对这些好好的去严格把关啊，然后法律啊或罪罚应该要再重一点啊，不然其实你看300万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罚一罚也不痛不痒的，大概可能1-2个月又赚回来，就继续做这种黑心的事。本也就无良心的人你出去用那种便宜的东西啊，甚至于像也把用连个收水油都拿出来用。你要这3正眼前都发生过的事情，做马也不还没发生。银行行路咧，拢3年唔敢买，无，系啊，我去了解讲，因来3点用班，其实，逐间店就看到，佢总係上班，即個都去做好咯。但是了解出來是馬沙地冇因地啊，冇咯。掠到業者啊，做了生意啊，整人動辛苦，用乜講動辛苦，挨到。政府的事件啦，我就一天去看，迄面有政府的了 GMP 的食品安全认证的东西，我就了到业者冇可能讲，我落嘛个油，各方油啊，我一方拿去检查，政府已經做個扮演把關的角色啊，結果呢下事情出來啊，了到問題全部送到了到業者的身上啊，我知道了對業者係冇公平的事情。平常時啊，一般都是老主顧來好冇買洋裝啊，像按沙拉油事件就啊，我就是用豬油啊，一個煎來豬油啦，所以講這樣啦，因為講冇買太洋裝啊。好，唐太一般業者能夠消費者的心聲是因為講，要再罰重一點，
罪要再重一点，钱要罚多一点哦。那其实政府真的要做好把关的这部分。但是这一次呢，江院长这里面也讲说，从源头就开始来把关哦，这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上游如果没有管好，下游当然就会出问题啊。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看，就是说这8大措施里面啊，它其中有讲说第5点是这个废油的回收管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可以从源头来向上管理呢？我们看一下。好。这个夜市、商圈、餐厅、小吃店摊贩的食用油要全面的纳管哦。那包括小型的餐饮业者的废油要交给清洁队或合格业者来回收。那事业产出的这个废食用油要扩大列管，还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法，从立法来源头管理废油。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啊，就是说到底这个废油回收过去在这次事件之前做得怎么样？环保署所掌握到的资料是1年回收的量是7090吨。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回收的这个废油可以拿去做生质柴油，所以经济部能源局里面呢，它在2013年的生质柴油，它使用废回收油部分有30416吨，怎么会环保署掌握的数字只有7000多吨，结果能源局拿来做生质柴油的废回收油有3万多吨，所以显然环保署没有把废弃物的清理做好管理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博士。这么大的落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事实上，我们台湾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在之前的已经是全世界最严格、罚最重的。可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业者，包括消费者，包括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到底如何确认我们的业者生产出来是符合这个法规要求的？我们定了很多的法规，很多规定。那谁来负这个责任来确认业者符合这个规定要求？不是一直把这个罚则加重，假如没有去认真的执行，要求业者符合这法规，所以土法不足以自行就对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反而怕是造成哪一天一个合法业者万一不小心，他去这个发生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如何去执行下去？像这一次很多的县市开罚这个300万，300万上对一个小业者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但是他只是因为一个隐匿不报，为什么他隐匿不报？可能他不晓得现在的法规规定他必须要诚实来跟卫生主管机关报告，因为他已经营业好20年、几十年了，过去都这样啊。以前发生食品事件，他只要都说我不知道就好了，但是他不晓得去年、今年的法规已经修正了。你假如说不知道，说没有，但是后来我查出来有，我从上下游交叉钩机查出来有的时候，你就违反了这个隐匿不报，最高就罚300万。那也有媒体去调查，就是说，其实台湾的1年在生质柴油的部分呢，是厂商会收购大概是3万吨的废回收油去做这个生质柴油来使用。那饲料呢，大概有3万左右。那事实上一整年回收的废食用油有7.5万吨。那7.5减掉3吨拿去做生质柴油，再减掉3吨拿去做饲料，还有1.5万吨去向不明。更可怕是今年6月，中油已经没有再回收废食用油来做生质柴油了，就是说，除了1.5万吨不知去向之外，还多了3万吨不知该如何处理，配套在哪里？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检任技侦，就说配套在哪里？又多出了3万吨，中油不收，怎么办？是。那目前呢，对于这个油品回收的管理呢，目前环保署它已经有拟定一些专案的计划，来对于这个回收的机制或业者做规范。那因为这个回收油很多是从我们的这个夜市啦或摊贩所流出来那依照我们食安法的这个食品良好卫生规范里面，其实我们也纳入了要求我们这些食品的业者，他如果有这种用完的这个废油的时候我们要求他应该要依据环保署所定的废弃物清理法。去把这些油做一个处理以免它蓄积在这个场所里面滋生蚊蝇影响到饮食的卫生安全。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跟环保署来共同合作。好，那其实这个院长有讲到，就是说希望
这个夜市也要列管，就是说经济部登记有案的夜市，那自治委员会呢，就是要来跟这个合格的回收业者啊，他也有提供环保署也有提供这个简易的这个回收的契约，让这个来参考。但是就有这个夜市的这个自治委员会的主委就讲，我们只是个自治委员会啊，我们不是事业体啊，那你把我们列入什么事业废弃物这清理事业管理法里面去，我们不是事业啊，所以在法上面我无法适用啊。针对这个部分，那委员怎么看？因为我们都知道夜市这些小吃摊，它对于废油的部分，你给它有一个处理的方法，那个处理的机制里面，如果要付费，相对的他们经营成本会增加，我们百姓每天所简单的食的部分，它的成本也会增加。那你只是要去避免废油会被利用到现在所谓的食品安全，我觉得用这样的机制全面围堵废油，然后要求这些小型的小吃夜市要自己去处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再加上事业废弃物管理的部分，如果说这些夜市小吃商如果真的要去处理到付费的事业废弃物处理，那他没有能力付费的时候，那这些不是更是增加了这些废油的制造者和这些 sales 一样，他更是会把这个废油乱倒，或是有其他的方式处理，因为它的成本增加。那我想请教一下委员说，目前这个资源循环利用法，它上个会期提进法院，可是进立法院，可是没有提案通过。那这个会期在这样的名气、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可能会在立法院出现什么样的进展？我认为既然已经一读进来了哈，进到委员会了，我相信这个相关的这个卫环委员会、立法院这边哈，那各党选出来的召集委员应该会尽速的回应亚利反烟哈，就是回应我们台湾的民意。如果这样的法律是有被讨论的必要，不过我还再次强调了，这样的方式如果只是因为你去怀疑我们一般的小型业者、小吃摊的废油的话，你在中间去审核、去审查这样子的利用法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注意，影响最大的事业的业者、废弃物清理或是废弃物制造业者，他是不是付出的成本应该要比较高？我们再看到下面一点，就是说落实3级品管。那其实业者自主管理从今年的10月31号就要强制自主检验。那明年元旦开始呢，食用油制造业者卫生安全必须经过第三方的验证，就是说除了自主检验之外，还有第三方的验证。另外呢，就是说食用油脂制造业优先纳入 GHP 的这个查核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博士 ，GHP 是新东西吗？还是说已经行之有年？过去我们都不觉得它有重要，这次突然觉得好像很厉害了。其实 GHP 是我们台湾食品业只要食品业或食品添加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啦。它里面包括软体的要求，包括硬体的要求，这两个结合起来，就等于要从事食品业，本来就应该要有 GHP。好，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检认基证，就是说，这个3级品管，事实上有很多看起来都是已经大家讲了很久的老生常谈了，或者说已经行之有年的了这个东西哦。那这一次再被院长提出来，对你们来讲，就是说在执行上面会觉得更得到支持，或者更有力的工具握在手上了吗？是，我这边说明啊，刚刚讲呢 GHP 的查核，GHP 是所有食品业者他最基本要遵守的一些，不管是人员、场所、设备啊，或者说它制成的品保制度啊的一个规范。那不过因为之前呢，都是采取抽查的方式来进行，那我们目前的话是要以全面普查的方式啊，深入来做稽查，好，所以那原来规划的全面普查哈，它是有分阶段性的执行哈。那因为因这次油热事件，所以我们把食用油脂类的这个业别把它提早好进行全面的普查工作哈。这个我补充说明。所以上次食用油脂没有出问题就没有列入，这一次食用油脂出问题就把它列入。我想只是提早就是说更把它提前扩大来实施啊。等于说本来就有规范，只是说这次事件加速了它纳管的这个进度，而且就是稽查的深度跟它的那个项目再加以调整。那另外提到的，不管是这个所谓自主管理我们纳入这个强制的自主检验我们称为第1级品管，还有所谓的刚刚讲的第三方验证这个所谓第2级品管，这个新的制度呢都是在今年就是食安法修法的时候纳进去的比较新的制度。一开始我有讲到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7件事，目前还没有出问题，看起来就是柴不能吃的，还有盐巴。
盐巴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我们是到底是进口是工业用盐还是食品用盐？其实主管单位真的应该好好去查一下，我们报关进来是工业用还是食用，这个一查就查出来了。所以盐会不会是下一个未爆弹？大家都等在那边了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欧盟它是怎样来做这个3级的这个品管啊，就是说。当然，欧盟不是用3级品管，但是他们是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废的这些回收的食用油？我们看一下欧盟的做法。我们看到是欧盟是说，馊水油必须全部由合格厂商来回收，而且食品卫生部门会定期的，这很重要，检查和比对购入和回收的总量，就是说收支有没有平衡啦？就说白话就是收支没平衡啊，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次也很多社会大众也在讲说，不要轻易公布检测项目嘛。问一下博士说，你怎么看欧盟的处理办法？尤其是这不轻易公布检测项目这部分哦，或者说这个他去购入回收的油的总量要去经常去做这勾稽，您怎么看？这真的是比较有效的办法吗？当然，等于是欧盟它是每一个规定，它一定要有查核的一个机制。我们在稽查到底怎么来稽查，如何来深入查到什么程度，然后它的频率是多少？事实上，在欧盟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规范。等于是主管机关必须要去介入，这个业者的自主管理，确认他的确有做业者管理。那但是，所以我们有世界最严格食品卫生管理法，但是我们在执行面上面确实不如欧盟。可能在执行面还要再补充，还需要再补强。如何确认业者有达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规定要求？是啊，所以在检测的部分，一般来说啊，所以在欧盟它会保留它抽样的一个权利。因为就像委员说的，项目太多了。但今天我到底要验哪一种，我不告诉你，但是你什么都不能加。它的前提就是要让业者知道，我可能会就是正面表列这几样可以加就对了。对，规定可以做的你可以做，规定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做，或者是当有其他国家有事件发生的时候，它会立刻加进去。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廖秘书长，就说事实上 GMP 也是业者希望能够大家共同来配合政府政策做好自主管理啊，就是说，大部分的 GMP 的这个会员呢，这些会员们是不是真的都会自主管理这个购入回收油的总量，自己会去做比对，然后去登录详实登录，然后去做好这些卫生管理？你们是怎么样一个运作流程的？其实现在我想，刚主持人讲的哈，现在就是所谓原物料的追踪追溯这一块哈，事实上是整个制度上造成这个整个食品事件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那我想卫福部他也公告了相关的一个追踪追溯的一些管理办法。那以 GMP 的这边的一个立场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目前碰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原物料的一些问题。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那个源头管理，那源头管理除了原物料，另外就是供应商。那刚才讲的就是说追踪追溯，怎么样来确定说这个产品我到底是从哪里来，去到哪里去？那甚至在整个制程上，它是怎么样的去每个批次怎么样去做好勾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制度，我们目前一直在想要把它精进的一个地方。好，再来看第7点是食品追溯追踪了，好，那就建立这个制度，那一律要求这个食品油品业者要用电子发票，方面追溯追踪管理，就是什么食品云的这个建立啊，还有电子发票、电子云的建立，希望这2朵云合在一起之后呢，这个食品安全卫生就能够完全的没有问题了。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说，检任基政这边就是说，这个食品云，好，或者说这电子发票的部分，真的有利于将来的这个比对吗？我们也了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书面资料的一个查哦，或者说交叉比对可能会比较困难。好，所以政府呢跨部会的会议啊讨论是认为说，可能还是要比较高风险的产业啊，还是要及早电子化。而且呢，在追溯的方面啊，如果有电子发票的一个协助的话，那个速度会加快非常多。那事实上，我们科技部门主管也不讳言的说，食品云如果真的要建制完成，恐怕还要4到5年的时间，听起来蛮漫长一段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段时间哈。但是如果说这么长的一个这个建立时间，会不会有空窗期？那这个空窗期要怎么样去让大家都觉得比较安心一点？那江院长第8点就讲到食品 GMP 制度的改革啊，就是说食品 GMP 改革，就是说明年元旦开始全面实施新制啊。那今年10月份就要开始来民调，到底 GMP 制度存废与否，或者要怎样去改哈？那当然就是宣导没有 GMP 厂商啊。所以现在比如说像这次这个
出事情厂商，它有77项产品，可是它 GMP 认证只有12项。那他就说我是 GMP 认证的厂商，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大家只认了 GMP 3个字，所以他也没有去关心说到底是 GMP 厂商跟 GMP 产品之间有什么关系？好像他被认证了，有个微笑标章，好像就觉得买得很安心了。所以将来大家就记住了，没有 GMP 厂商。好，请问一下我们的博士 ，GHP 有办法取代 GMP 吗？这两码子事件可以互通吗？其实我们好像大家对 GMP、GHP 都好像有点误解啊。英文只差一个嘛。对，又对认证、验证或者是官方管制好像有些误解。因为其实以 GMP 它是一个自主的认证制度，它不是官方的一个法规的要求。它是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对，其实它简单的讲也是一个民间的这个认证的一个 logo。对。其实跟官方的这个执法其实。是不一样的等于是业者厂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符合法规。对，所以今天他是违法去做这些加工，其实他已经违法在先了。对，不是一个自愿的认证标章有办法去发现的。那以全世界来讲，其实政府不应该做认证了，政府你的责任就是很明确，就是执法。有个配套是说，将来也许这个 GMP 认证的受证是由经济部官方来受证。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官方有时候应该要跳脱啊，因为以全世界这个政府的认知是政府就是执法，只有合法跟不合法。那以认证的话，都是合法业者是不是做得更好，我们再由第三这个公证单位来给他一个受证。所以政府应该跳脱这个认证的思考，因为假如政府说GMP 才是好的，那是不是没有 GMP 的商品应该不能让它在市面上出现了？因为你官方就是要执法。我要补充一下，我想 GMP 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消费者的角度一定是认为，他以为 GMP 是经过政府加持之后承认的一个安全食品的一个标章，所以他看到 GMP 就可以认为吃得安心。所以 GMP 它现在没有所谓的后面政府所谓的合法的加持跟不加持，你只是把它脱钩变成是民间认证的一个标章，这个制度里面，我觉得可能真的将来要讲清楚说明。所以单纯只有说所谓的 GMP 商品没有 GMP 厂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子，甚至就是直接告诉，假设 GMP 将来要继续存在的话，就直接跟消费者说，它只是业者民间，它跟我政府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当然我承认 GHP 就是政府查核每一件厂商这件事情是本来他的责任，但是我们反过来问，我是消费者，这个坊间这么多的商品，我怎么去区别？那什么叫做查核合法跟查核不合法，跟有没有是那个在我们查核的漏网之鱼？其实对消费者而言，他会担心，所以才会让 GMP 的所谓的自主食品、自主的这种管理的这样的商品，会让业者会误会，以为说那有这样子的认证，我在选择上相对上我会比较放心。那所以将来我认为 GMP 的这个整个流程认证的部分，真的要去推广的是告诉人家说，这里面只有管道，它工厂很干净，它制造很标准，它用什么东西我不保证哈。那我觉得要去推广的，反而是要讲清楚、说明白这个制作流程、机械设备，比如说大家是不是有穿这个卫生衣、戴卫生帽，就是只有管这个而已。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廖秘书长，就说你们要被拿来改革了哈。是，那你们就身为被改革的单位，会员之间会不会觉得说怎么昔日之赫赫，今日之凉凉，就是觉得好像有点那个凄凉的感觉，甚至有一天可能被取代或可能不存在那目前这个协会这边内部讨论是怎么样？或者说你们在这个整个食品云建制这4、5年，可能说 GMP 还有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这里面你们要怎样去做革新，或怎样去加强自主管理这个部分？我们协会的认知上也没有所谓的 GHP 会慢慢取代的 GMP 的这个事情，因为它本来就是2种不同的制度。所以你们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倒也不是。也就是说，现在会造成 GMP 会大家对它没信心，当然就是因为源头管制的问题。那源头管制基本上就是本来 GHP 该做好的事情，它事实上在执行面上有点落差。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的说 GHP 是大概就业者60分的一个标准 ，GMP 是大概80分的标准。GMP 的厂商是直击在 GHP 这样一个良好卫生规范之上的一个对，所以说台湾的食品业者
GHP 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假如说本来无所谓取代的问题，大概没有，就是说本来假如说我们现在 GHP 大概只做到30分，那现在政府有心把它做到60分，那这样的话对整个 GNP 的话，那我们 GNP 本来可以做到80分，也许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做到90分，做到更好。我想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相辅相成。你们会有开除会籍这种事情吗？当然有，当然有。就是说一再的这个表现不良啊，或一再出问题啊，就把它开除会籍，然后甚至在网站上面透明的公告资讯，让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厂商已经被 GMP 开除会籍了。或者说他比如3年之内、5年之内不能够再回复申请会籍。这个制度上是有，制度上就是说其实整个 GMP 的制度是非常完整的。它大概除了工业局的那个主管机关，它是那个负责整个的规范的那个修订之外，那它有所谓的第三的公证单位去像食品所跟古研所去做所谓稽核查验跟产品检验的一个动作。那协会这边基本上主要是负责就是辅导服务跟那个咨询的一些工作。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推广了，那最重要就是推广。所以整个制度，我想，这个这么完整的制度，大概在台湾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认为制度真的可以取代到它。我做好自主管理，那是不是真的就可以确保食品安全呢？我想来听一段业者他们的心底话，如何来做自主管理。唔想做好的东西，唔都唔会想讲拿个便宜，唔点样嚟做。像讲啲肥猪肉嚟讲，我用猪肉很少，所以我冇去全家用嘅猪肉，我拢只自家去看有人肯做嘅，我想买嘅。希望大家同业啦，反正大家自家自制，莫讲安尼用嘅食材讨便宜买的东西莫以造福之人。品种去采购要需要更多的仔细更多的去挑选。讲难听点啊，他刚才讲的便宜莫好货啊。你自己厂商业者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来处在哪，去处怎么走，这个我们自己要把关，因为你一直在单靠第三方或是什么样其他的单位来做，倒不如我们自己业者本身要负起这个责任。好，业者要来负起这个责任。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廖秘书长怎么样看，就说这3个不同的业者他们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连锁的，也有那种个人的店铺的，他们都做到了他们所宣称的自主管理。那是不是未来自主管理就是 GMP 要重新赢回台湾消费者信心的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其实自主管理倒不一定只是 GMP， 我们讲 GHP 的话，它也在强调所谓的业者自主管理。所以业者自主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实际在生产这个产品的不管是现场的人员跟你说的负责人或老板或业务人员都有这种观念的话，那造成整个企业文化，它那个变成说大家做事会把事情做好的话，那这个所谓食品安全事件的话就不会去所谓的发生出来。那原料管理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知道原料管理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大家都会提到说，那我要到我的供应商那边去看。那这个部分就是讲真的，就是以目前的制度来讲是做的比较不好的部分，那也是我们整个 GMP 制度要精进的一个地方。所以怎么样做好供应商的管理，怎么样实际去了解你的原料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好，那何博士就是说，进货的自主管理这个流程其实是很多认证，不管是像这次很多 GMP 厂商也说，我还有 ISO 认证啊，国际标准化组织，当然台湾不是 ISO 的会员国之一啊，就是说，其实各式各样的认证的什么 HACCP 啊，什么 ISO 啊 ，GMP 是很多了，厂商都把它贴在身上，当广告用语一样，抬高售价啊。那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是说，业者自主管理固然重要，政府的监督查核勾稽又怎么样能够确保这套制度真的可以运行？事实上，在欧盟，它这个2002年，它已经要求所有的食品业者，包括进出口商，都要做这个追踪追溯，都要建立这个，还有包括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统。那我们目前还是一个业别的来建立了。其实以消费者可能会比较没有耐心呢，应该是如何以台湾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国家的话，应该是如何积极的去推动。我想卫福部大概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是业者的反弹啦。现在管得太松，消费者会抗议；管得太严，业者会说我做不下去。其实应该要参考其他的国家，以欧盟来说，你要做食品业，就必须要认知，我要照我们现在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哦，不是只有靠良心呐，要靠官方如何来做好良好的管控。良心本来就要有，这就是说自主管理。自主管理。然后最好再找第三方的验证机构来帮你做查核。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检认技证，就是说，事实上中研院在2011年也提过这个食品安全政策白皮书哦，当时候就有讲到说，其实他们建议就是说要由国家来设立一个总体暴露风险评估及知识中心，因为今天吃了顺丁烯2酸，明天吃了 DEHP， 今天又吃了同叶绿素，改天又吃了这个馊水油，就是其实。人体吃了很多杂七杂八不一样的东西进来之后，它其实总体暴露风险其实是很重要。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建议是由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这个国家环境毒物研究中心来改制成这个。那如果说将来真的改制成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对食药署或卫福部来讲，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吗？还是说现在这个单位事实上还不存在嘛？因为只是。中研院政策建议书而已，就是说，那你们要怎么样来补强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啊，我们已经在这个明年的计划里面啊，纳入这样的一个机制跟管理的概念啊。我们已经委托国卫院啊执行一个雄才大略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就将这个可能国人膳食暴露啊或一些风险物质的评估啊的工作纳入在里面。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计划的研究啊，提供有一些科学的证据跟依据，作为我们施政的时候在规划我们管理措施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据。今日出面台非从行政院长龚宜发到今年17号所提出嘅白胎出事来检讨所谓嘅食品卫生安全的问题哦，有办法透过了白胎嘅8大点的宣示，真正来达到所谓嘅食品安全嘅保障嘛。今日讨论地位度提出青岛无强用嘅角度，也係講無強用嘅業界看法嚟檢驗了白胎嘅政策顯示，有幾不足，也喺下空泛嘅地方哈，像也都值得大家持續嚟關心嚟注意。啊，感謝你嘅收看，下禮拜請同樣時間持續收聽村民台幣，希望大家安之些。謝謝各位，謝謝。